大家平安啊！真欢喜看到大家做伙过来教会来敬拜咱的上主。啊，咱看到垃圾烛台已经放伫监管，表示咱即摆已经开始咱的12月的代账节迄个节期的程序啦吼。啊，真欢喜，咱会当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上主的诞生。啊，这是咱开始礼拜，咱先来做一个祈祷。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用诚实。阮用安静的心来入到圣殿来朝见你，来敬拜你。求主你开阮的心，互阮伫礼拜中读经、讲道、吟诗、祈祷，拢有你的同在。求主你即时临到阮的四周围，做阮随时的帮衬。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团练今仔日的诗歌，吼咱今仔日注意礼拜当中的诗歌以外，咱今仔日有成年的洗礼，有更新礼，也有细囝的洗礼，所以咱早起要来团练的诗歌总共有5首。天气真寒冷，咱透过唱歌，吼来活动咱的身躯，吼用咱的歌声来学到上帝。好，第一首诗歌260首，260首，天边海角，最主民。咱要唱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。这首是菲律宾的诗歌，不管做诗作曲，拢是菲律宾人来写诗歌啦，菲律宾因为伊这个所在，西班牙统治370几年，美国统治过40几年，所以伊这个国家来讲较多元化，所以天边海角最主民，伫上帝国内底。咱同款，咱伫上帝国内底，犹原有侪种族来到伫上帝面前。好，来第1节。天边海角最主民，处之无路上主，我爱这声来称赞你，一切文化的主，世界都有人将求靠，他当主之民心，欢喜快乐，美妙时光，感恩奉献的名。第3节。仁爱真光，我妙源头，感谢受死之日，你所应允大行高扬，阮典永远无息。好，接续。351首，咱今仔日有成年的洗礼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军队伊的人来日日加添，咱来团练这首351首诗歌。第二歌词上主的水泉，洗清罪过，互人改变得新活命。愿透过洗礼，咱生命得到改变。好，第1节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，会想思丰盛的活命。其他人所欠伊袂相索，你甲我无欠一件。第2节。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，互人改变的新活命，开比大所地也袂开花，祈求的人要得到命。第3节。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，有
清净奇妙的平安。在生的中间领受平安，为你为我大行臂膀。好，接续352首。今仔日除了有成人洗礼，也有细囝的洗礼。伫马可福音第10章第13节到16节，有讲到人带细囝要来就近耶稣，总是问道无欢喜，阻挡。这个时阵耶稣互这囡仔，亲近这囡仔来祝福着这囡仔，所以真欢喜看到细囝，就因细汉的时阵，因就会当有上帝恩典临到因的身上，伫因的一生当中，也有上帝话来做因的引带。好，咱第2节歌词当中甲你有用洗礼退对早以人无过过，咱头前唱改变但是第2节歌词遐即个咱都无读做改变的，但是无过过对早以来无过过，这个所在，请大家来注意。好，来，咱第1节的歌词。生活所行的礼仪，也有关系伫小里，亲像旧约行干的，生命行里属上帝。第2节。干的有用水的腿，对早以来无过过，洗礼表明有因心，就是起故到我心。第3节。世界大罪来出世，要做我的属福气。细汉每明因所信，也无应该替你。好，这段诗歌368首，咱今仔日要来守圣餐感谢主的恩典，拍破伊家己的身躯，用伊的宝血洗清咱的罪过，互咱有份甲伊三甲一道。咱来团练368首，第1节。受我因你救主耶稣，代表着小背后属诺，往我辛苦替恁打破，恁提起家来照亮我。第2节。然后澎湃感谢上帝，从这个背后恁带给，我会流出罪恁的救，赦罪的恩，我的享受。第3节。上帝甲人的立信仰。你必是我下面罪恶，因你美是当照亮我，当晚下心受你罪过。好，最后一首诗歌614首，我心恬静。今仔日有人要受洗，跪伫主的门下。我心恬静，安稳伫主膝下。这句诗句咱的歌词当中也有写到：我心恬静，经过刺皮路程，耶稣我主，享受喜乐安宁。信主了后，咱犹原会经过这刺皮路程，但是主甲咱讲，伊要享受喜乐甲安宁。信主了后，无论偌大风影，趁主命令，万事拢会平静。咱来团练614首，第1节。我心恬静，安稳恬主心内，吞润来背，爱上苦痛是悲，教主所爱，他
你命令安排，世事违背，我主信心常在，我心中间见归支配落定，要说我主受属意了安宁。我心中间上帝恩当因传，地高将来，亲像早日一般，坚信往往，徛在龙无流荡，我表情景，我为龙为光明，我心中间，无论我多风雨，叹主命令，万事拢为平静。请咱陪伴心这轮礼拜。本主日是大港节第一主日，咱要点到第一支紫色的蜡烛，是代表期待甲愿望。咱做伙警醒，等待基督过来。藉着安尼，咱反省家己的日常的言行，甲对上帝的信心。主耶稣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对我的人无伫黑暗中生活，反倒有活命的光。行伫黑暗中的人，已经看见大光。生活伫死荫下地的人，有光在照因。有真的光进入世间，来照全人类。”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60首。天边海角济济主面。
海角最主民，自今而乐上主。阮爱这声来称赞你，一切文化的主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咱用主角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，伫周报第7页，请。阮伫天恁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恁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误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去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咱做伙来启用，伫圣诗的后面第1103页，启用文第57篇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5章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用。我是真的葡萄树。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。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。枝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我是葡萄树。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掌管万有的上主，感谢你赏赐独生囝，
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为阮降生，诚侪以马内利的上帝甲阮同在。感谢你慈悲大疼痛来赎回阮。虽然伫阮的生命路程中，有缘常常得罪你，也是伤害着身边的人，恳求主怜悯阮，赦免阮的罪，求你搁一摆应允阮。当阮纪念听候耶稣诞生的时，主你的疼真实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充满伫阮的生命关系当中。求主永远甲阮同在，互阮通日日亲近你，经历你的恩惠，看见你的阳光，互阮的生命对你得到更新改变，有你荣耀的模样。主你是葡萄树，阮是枝，阮要甲你结连，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阮喜爱你的话，常常伫阮内面，互阮的生命通结侪侪果子，荣耀你的名，利益伫人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，阮要备办心，搁一摆迎旨迎接纪念主耶稣的降生。对伫安尼，教会伫即个月有侪侪大大细细各种的聚会甲活动，阮将遮个事工拢交托伫你，恳求你保守看顾，特别赏赐智慧甲开力，互所有筹备的同工兄弟姊妹。嘛，恳求主赐福，透过遮个事工活动，互搁较侪人来认捌你、亲近你，渴望耶稣的救恩，经历主你无条件的疼，嘛对你得到生命的改变。伫即个大港节期，阮搁一摆为着基督诞生所带来愿望献上感恩，恳求主你诚侪阮生命的主，帮助阮全然倚靠你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27章21节到26节，新约圣经第168页。使徒行传第27章第21节，众人久久无食，保罗徛伫因中间。讲大家啊，恁前着听我的话，无得开船离开吉利底，来拄着即号灾害甲损失。当我劝恁安心，因为恁中间无一个人为失了性命，独独失了船尔定。因为我所属所服侍的上帝，伊的天使昨暝徛伫我的身边，讲：保罗毋免惊。你的确着徛伫该撒的面前，看上帝用船内的人拢总赏赐你。所以大家啊，恁着安心，因为我信上帝。代志特别照伊所甲我讲的，若是咱遮的的确靠伫一个海事，请圣歌队来献诗。所要献的诗是祈求以马内利。
咱请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上帝定义保守，上帝定义保守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感谢你。每一届阮来到圣殿，阮拢献上感谢，因为你的恩典疼痛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，互阮伫每一日，阮拢会当牵调着你对阮的应允，阮向前来跑走。今仔日阮主祭，我们领受圣餐，我们有人要受洗礼，愿主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互阮明白你话语，互阮活出信仰的真正的意义。愿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亲身看顾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经文，咱要进入到《使徒行传》的上尾啊。上帝定义保守着保罗伊一路的行程，特别伫今仔日嘛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。咱爱备办家己，听候基督的节过来。咱通过咱每一天的祈祷，每一天的读经，咱警醒咧听候，咱嘛反省家己伫过去的每一天，以及未来的日子，咱的言行举止，咱咧面对任何的挑战，咱拢爱倚靠上帝。所以今仔日咱的点到第一支蜡烛。是咧提醒咱，咧听候主耶稣会来降临。使徒行传，咱已经读到27章啊，伊要结束啊。咱若看26章的时阵，伊记载着保罗伫阿基帕王的面前，伊咧家己咧诉说，咧申辩家己，无爱互人去误会。伊咧说明家己对犹太教的成长。到军队耶稣基督的这拯救的过程，伊诉说家己即时的工作，是咧宣讲耶稣是基督，是咧宣讲上帝通过基督的道成肉体所展现的这份疼，嘛是保罗伊咧回应，伊愿意甲家己献上给上帝。要为着安尼来为基督做见证，所以咱过去所读的《使徒行传》，咱看到保罗每一届拢把握迄个机会，伊咧人咧诉说、咧传讲耶稣基督救赎的信息。伊一个目的，就是要爱人来归基督。虽然伫26章内面，咱看到阿基帕王伊知影犹太人。伊嘛真清楚犹太人中间所发生的代志，伊嘛听过保罗过去的代志，总是伊清楚知影，保罗伊无违反着罗马任何的律法，但是因为保罗伊坚持伊要去到罗马皇帝面前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伊就继续互人关伫监狱的内面，啊无。保罗早就互人放出去啊！嘛是因为保罗有一个罗马公民的身份，所以阿基帕王就派军队要将保罗送去罗马。派军队是为着保护伊，派军队是要看，互伊会当真安全去到罗马。但是保罗敢会当真顺利、真平安去到罗马呢？咱看到第27章内面所记载的是，保罗是坐船的这段经历。伫迄个时阵，船是用这个风帆甲用人咧过船的方式，正做上主要的动力。因为伫这个过程中间，船咧行的这个内面，若拄着大风影，其实就无法度继续行船啊。但是伫这个地中海这个所在，特别伫热天，一般拢是真平静的，真好行船的。但是若到寒天的时阵，就有迄种风雨，有迄种大的风影伫的。所以伫迄个时刻，伫迄个年代，大多数咧行船
拢伫热天、寒天的时阵，拢无要行。但是咱要知影，伫迄个时代，特别伫主后第1世纪的即个时代，地中海已经成做罗马帝国因家己的咱讲的内海，就是那个地中海是他们里面的内海，是伊国家的范围，所以政府就定一个日子，讲即个时间是袂当伫地中海内面行船的。为着要确信即个船咧行的中间的安全，所以因安尼咧设定讲，每一年的5月份的下旬，一直到9月份的中旬，即条时间是船真平安会当行的时间。迄个时间风平浪静，无啥物危险。但是到9月中旬，一直到11月。伫海上咧行，就变了较危险，因为风影渐渐大起来啊。对11月开始到过当年的3月份，这个时间袂当行船，因为风影真大。然后迄个时期就袂当行。过了3月份到过年的5月份，风影依然是大，你要行会使，但是有危险性伫咧。咱看到保罗因即阵人因坐船出发，但是咱知影即个坐船毋是直接往即个罗马去，伊中啊爱靠岸去换船，迄是因为伫主后第1世纪即个时代，迄个船大家拢是百姓商人咧做行船，上主要。拢是载货轮做主要的，无载客的即个客轮，所以要行即个海路的遮个旅客，因就爱照着即个货轮因所行的即个路线，逐摆换船，因才有法度上尾到因要去的所在。但是即个货轮内面，其实无人会当坐的即个空间。所以，因大部分拢聚集伫船的后壁。保罗一开始，互人送往罗马这个过程中间，伊对这个鲁加的米拉这个所在，陪伴保罗的这个军官，伊找到一只对亚历山大过来的船，要前往意大利。所有人就就船啊。看起来敢若会当行，但是这只船行无偌久，就有风甲伊阻挡。所以这只船，咱看到伫《使徒行传》内面的记载是，伊靠了海岸的边啊，豆豆啊行，所以暂时停起来，停伫一个所在。圣经内面记载讲，迄个时期是禁食的节期，禁食的节期。是咧讲到犹太人的赎罪的迄个日子，大约伫每一年的9月份、10月份，咱若照着保罗伊一生的即个年表来算，迄个时阵应该是伫主后59年，迄年的赎罪的日子是伫10月初。咱拄仔看到10月，迄个风影已经开始大起来，已经无适合船咧行。嘛有可能已经进入到迄个袂当行船的日子。咱看到保罗其实有真丰富的宣教的经验。伊头前2届的宣教，伊头前2届所行的路线，所以应该对迄附近的地理、即个风雨，伊拢真清楚。伊嘛知影讲地中海内面要行船的迄个时间，所以就大家讲。保罗讲，大家啊，我看呐，对这个时期继续行船是真危险的。毋但是遮个火甲船拢要受到损害，甚至连咱的性命嘛会有危险伫咧。但是保罗安尼讲，无人会当接受，特别这个军官无接纳，因为这个军官伊甘愿相信这个。船长
甲船的主人的经验，认为讲即个时间是会当行船的。为什么因会安尼认为呢？因为即只船是一只对亚历山大要为意大利去的船，是一个运送粮食5国的船，所以为这个时间，伊是对埃及要去到罗马。埃及是当时的粮仓，就是迄个所在所生产的遮作物的5国麦啊，拢靠着即个时间要来供应伫罗马。所以亚历山大是一个埃及要出口的所在，所以伫亚历山大甲意大利中间的即个路线，定期拢有即个运粮的船来往来，甚至罗马帝国为着遮所有要运粮的这船，拢提供一个保险地咧，而且用真悬的即个奖金，要互鼓励因伫即个风影危险的寒天的时阵，冒险将遮的粮食送去到罗马。这是为着要确保罗马伊的粮食袂欠缺，但是因停的这个港口，毋是一个过寒天的好所在，所以大家决定安尼来继续行。那你来看，这个港口开始就是因要开始拄着风影啊，因要出发进前，吹了一阵南风。所以造成了遮个人一个误解的判断，这个时刻风影要到啊！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人的一生拢会拄着风影，但是咱每一个人认定风影的标准是无共款的。伫风影要来进前，咱要安怎来做备办的？也是讲，咱要安怎知影风影会来呢？风影会将咱吞食去，也是会锻炼咱、增加咱的能力的。的确，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咱拢有大大小小的挑战。那呢，咱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伊要来，特别是迄个未知的挑战。也是讲，咱已经设想好啊，有一个情景伫迄个所在。顶个月。中集同工去到宜兰举行退休会，伫第二天，互所有参与的中集同工进行迄个垂降甲攀岩。攀岩是一面墙，伫迄个所在爱用手用骹，然后去掠遐个岩块，然后往顶面爬起去。伫这整个的过程中间，有可能掠袂到迄个岩块，有可能找袂到后一步要安怎爬起去，有可能你的手无气力，有可能伫你的手手指头无法度出力，也是骹踏袂到。每一个人拢有伊的极限的所在。虽然已经看到这面墙，虽然知影会当爬到顶面，但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挑战爬到上顶面。垂降是伫一个真悬的所在，这个真悬的所在大约是6楼遮尔悬，要往2楼落去。一般来讲，咱人心理学家研究讲，人对这个悬度的这个咱讲会惊，你会错的迄个悬度差不多是10公尺，就是5层楼遐尔悬。这是根据心理研究得到的。通常年纪愈大，然后伊会愈惊，悬会明显，互人会当会惊吓，唔敢往下骹看。总是伫这届，所有人拢完成了这个垂降的挑战，克服这个悬度的惊吓。那呢，进行这个垂降，敢有危险吗？其实，伫任何的活动内面，
拢有危险。总是咱做好一切安全的确认了后，咱就会当去做。咧安排即届退休会的时阵，其实牧师我就评估过即届的危险性，但是做好确认这是真重要的。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安全的装备，身躯有锁啊，有一个安全扣环，有一个爱穿的装备，所以伫攀岩的时阵，有一条绳啊咧做确保，有东盘扣的，互即个咧爬人袂跌到，因为手骨气就跌落来。垂降有一条绳啊，伫教练的手中，就是迄条蓝色的绳啊。特别是即个时间人，教练看你袂动，迄个绳啊就会停止。其实伫垂降真重要的是，你要落去的迄个瞬间，你会真惊吓，因为你毋知你的后面到底有偌悬。特别你若看过了，你的心中有一个惊吓伫地。即个动作会互人真惊。总是伫这整个的过程中间，教练有讲一句话，讲将迄条绳啊，想象是上帝甲你扣着，将你家己交互上帝。伫最侪时阵，当咱拄着挑战，当咱拄着困境，咱拢是用家己过去的经验，也是别人成功的例，咱安尼要去赢过一切阻挡。其实咱拢袂记将家己交互上帝。保罗迄时伊嘛咧面对着风影，保罗伊真清楚知影，船会继续行，会拄着情景。但是，即个船长伊为着利益，伊要试。果然，咱看到圣经内面的记载，因照着原本的计划向前行，就互风吹，滴到无法度、无动力，就伫海面顶面咧漂流。伫地中海的冬天，真容易拄着即个大风影。即个风真大，就亲像风台共款。结果因损失了船顶面所有的器具甲所在的货物。圣经内面讲，因毋那是拄着风影尔，因阁几落工看袂到日头甲星，表示因已经失迷啊，无方向啊。所以早期迄个时阵，行船是用判断即个方向，是用即个上重要的星座来判断。所以当因失迷去的时阵，情景是真危险的。路加伊讲，因放弃了互人救的愿望。保罗知影因面对的状况，保罗就徛伫全船的人的面头前，伊清楚的表示，大家袂失去性命，敢若会损失即只船尔。迄是因为上帝找天使咧保护。保罗主要的目标是爱去到罗马皇帝面前，为耶稣基督见证各话的信息。这是保罗一直宣告顶面上重要的代志。这个代志是要让罗马政府知影，基督徒毋是因所看的政治的团体，也毋是犹太人去咧看迄种动乱的分子，因是一阵真守规范的群体。但是，迄个时阵，罗马皇帝是互人看做是神明共款，所以保罗的使命就是按罗马皇帝来讲，伊要宣扬真正的生命的主宰是上帝，毋是皇帝。真正的溃烂是对耶稣基督来的告话，毋是罗马皇帝的军事的力量。所以当咱咧看《使徒行传》，特别路加咧写的时阵，路加显明了天使的显现甲启示，一个信心的充满所带来的力量。保罗讲，上帝找伊的天使对伊讲话，
保罗要讲即句事，要互大家知影，即个全能的上帝一定会实现，因为天使是上帝托伊来传达信息的事。天要光啊！保罗考劝大家爱食物件，因为因14天无啉无食，所以保罗爱搁一届间鼓励恁爱食物件，才有法度支持落去。因为恁每一个人连一支头毛拢袂损失，所以保罗伫迄个所在摕面包，伫大家的面前献上感谢，然后掰开，互大家来食。大家食饱了后，为着要减轻即个船的重量，就将船顶所有遮的货物担落去海内底。咱看到即届的行程，其实是真辛苦，拄着大风影，要食也食袂落。其实因真艰苦伫咧。有可能有人因为安尼兴船啊，有可能有人安尼想要逃离啊。总是保罗搁一届鼓励因。爱因食物件是，甲因讲，因一个人连一支头毛拢袂损失。这是保罗对上帝有一个绝对的信心。伊相信天使显明对伊所讲的话，保罗袂怀疑。保罗听上帝的话，天使所讲的嘛很实现啊。所以保罗无互遮的人损失性命。因为有的囚犯想要逃走，总是保罗讲话了后，因的性命得到保全。所以天使对保罗所讲的这句话是：上帝定义保守所有甲你共存的人的性命。保罗展现出极大的信心，伊完全相信上帝的同在。虽然咱看这段路程，敢若真侪的灾难，这段路程保罗要丧失性命，但是伫这种真恶劣的环境的中间，保罗无失去信心。相对的是，保罗得到这个异象，就是天使对伊讲话，伊阁带大家感谢上帝，分享这个面包，嘛使讲是一个爱宴。伫这样歹的情景下面，伊甲所有人讲：我相信上帝会实现伊对我讲的话。保罗伫这种困境的中间，伊悠然对伊所信的来告别，这是无简单的。其实伫顶个月，牧师带着中职同工去挑战这个攀岩甲吹奖的目的，毋是要完成这两个项目尔，是要互所有同工知影。伫将来咧面对服侍顶面的挑战，毋通退后，爱将家己交托，而且相信上帝同在。也就是讲，咱拢会当去试看卖，咱去试，即阵毋是家己所想的，咱悠然愿意去做，毋是无试过，咱就放弃啊！咱爱相信。相信有上帝的扶持，有上帝的带领。毋若是中职同工，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嘛是共款。伫咱信仰的路程的顶面，咱拢爱去试看卖，互上帝来引带。所以当我看到、听到，因为有分组，所以我无甲大家拢做伙，我伫发另外一组。所以我看到我迄组的同工完成了这个挑战，听见另外一组嘛完成。其实我真清楚知影一件代志，就是伫未来的日子，所有的同工拢会伫上帝定义的保守的内面，完成一届搁一届的事工。若是拄着困境、拄着艰难的时刻，我相信，因拢会有信心，照着上帝所赏赐的恩赐，因努力向前来跑走。伫咱每一个人的人生，伫咱过去的日子，有可能有的人是安尼，我拄着困难，我就埋怨上帝，
埋怨上帝无听我的祈祷，某个人会安尼离开了上帝，其实是非常的可惜。这是咱是信仰顶面的软弱，但是咱唔通袂记哩。主耶稣捌提醒咱，伫即个混乱的世代，有最的灾难会来到，所以坚持到底的人一定会得救。确实，伫咱的生活，伫咱的现代，其实伫每一个世代，拢有真侪的代志一直出现，互侪人的心不安。就是伫安尼的环境的中间，咱则搁较需要上帝的阻碍，搁较需要来倚靠上帝。那呢，咱就爱对上帝有信心。伫过去即礼拜，其实咱有一个新闻，一直咧甲咱讲，咱的野球得到冠军这件代志。其实咱敢若是看到伊即个成功，总是咱对侪新闻的报道的内面，咱会当看到，因伫过去嘛拄着侪艰苦困难，特别迄个时阵咧，甲因招组织做伙的时阵，无人看好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拢会拄着困难，咱拢会拄着人所无看好的，总是咱伫每一个时刻，咱拢伫上帝保守的内面。今仔日咱要举行圣礼典，咱有洗礼，咱有更新礼，咱有小离洗礼，因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宣告，上帝是因唯一的真实的上帝。耶稣是因个人性命的救赎主，信神是因个人的保惠师。期待因一个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，通过今仔日的圣礼典，就是洗礼甲圣餐，咱会当明白一项代志，就是上帝定义保守咱每一个人。上帝袂放咱，无要看顾咱。上帝一定是照着伊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应允，就是信靠主耶稣一定会得救。上帝一定会帮咱保守咱每一个。所以，咱伫一个真歹的环境的中间，咱爱做的代志是感谢上帝的阻碍。咱毋是家己感谢尔，咱爱将这个感谢扩大到每一个人，带因做伙来感谢。咱无埋怨，咱无去讲啊，我过了就歹。咱爱学习是伫咧困境的中间来明白上帝的旨意。那亲像保罗伫困境的内面，那亲像保罗伫海中拄着风涌的时阵，伊会当看到上帝所赐来的天使，来启示伊的未来的路。那呢，我相信，只要咱每一个人有信心，伫未来的日子，无论咱伫顺境也是逆境的中间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的教会，咱的宗职当中，咱拢会当真清楚明白上帝指示咱的路站。愿咱伫即个中间，领受，咱就爱去分享；领受，咱就去面对挑战；领受，咱毋免惊吓，因为上帝定义保守咱每一个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献上感谢，因为你听阮、看顾阮。当阮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知你定义保守阮每一个人。未来日子，阮毋知拄到什么款的情景，但是阮要牵调着你的应允，我们要牵调着你的话语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真实甲你相拄，求你帮助阮。互阮专心来倚靠你，阮将家己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你继续引带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
这时咱要举行圣礼典的第一部分，就是洗礼。咱要举行的是圣灵的洗礼。咱请唱圣诗第351首第1节到第3节。圣诗第351首第1节到第3节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。咧唱的时，请要洗礼的姊妹林淑慧、张凯婷来到台前。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，不是。各位兄弟，这是咱要举行圣灵洗礼。圣经内面记载讲，阮得到帮助是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，也未上天大声又讲：天顶地下的权，拢已经互我。所以，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、囝、信心的名。既然我所有的命令恁的，就假是应守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伫五旬节的迄个时刻，彼得传福音，对听伊的人讲：恁着反悔。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搁要受信心的赏赐，就是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远远的人，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调的。所以这时刻，林淑慧、张凯婷，恁爱注意来听，主耶稣呼召咱每一个人。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佮受洗礼。但我嘛要安尼对恁讲，恁着亲信，恁若真实反悔，告别恁的信仰，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佮印证，佮要表明信心对天头生来结连伫基督。今仔日恁要受洗礼，恁着爱伫正人甲上帝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。所以这时恁爱来应答我所问的问题。林淑慧、张凯婷，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恁有真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也无？恁着我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恁有决意要安尼行，也无？这时我们来甲行洗礼，林淑慧来到台前，上来从那边。
跪下去。好，恁小会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是奉爸、囝、圣神的名，阿门。OK。张开去。杨凯婷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是奉爸、囝、圣神的名，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甲恁做伙，互恁的神魂体，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，拢得到保全。即时要来宣告，咱请会众起立。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，活活靠教会的头，咱的主耶稣基督名，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官兵接纳恁，成做陪参的会员。有份伫主的道以及信约的恩典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慈悲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极大的恩典疼痛，互这个圣礼典接纳因两人入你的教会，愿你祝福因，求你用信心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，也用恩典赏赐因，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。永远伫你的内面，当因未来拄到试炼的时，求你保护因，互因为征战信仰的好征战。嘛，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的内面，互因一世人服侍你。愿的主上帝，求你互阮每一个人对今仔日的圣礼典。明白洗礼意义，求你赦免阮每一人，因为阮离开你的道路，至到亏欠领受洗礼的恩典。求你互阮会当完全悔改，带阮转来到你的面前，对担了后，做你尽忠的乐报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这是。要互恁证书以及一本圣经，咱请歹势，咱请小会员先接纳，小会员请来接纳伊。转面向会众，来往后推一点。好 ，OK， 好，恭喜你，恭喜。这是洗礼证书一个一本圣经，送上予你，看一遍。也阁有教会有安排属灵的当班所以林小会姊妹，咱安排是过音节，因为未来陪伴伊一年，陪伊读经、祈祷，这个所在请过音来做伙。凯婷咱是安排韵如长老，韵如长老。好，牧师这边简单介绍，社会姊妹伊早前是伫南部，然后是为着照顾伊的查某囝来到台北。伊今年7月份来到咱教会，其实细汉就捌伫教会，就伫台南的六家教会。所以伊对教会有熟，总是伫这个时刻，伊愿意来
军队耶稣来接受洗礼。所以咱后摆若看到伊，咱要甲伊鼓励吼。第二位凯婷吼，伊细汉嘛是住伫教会边啊，伫台中向上教会吼边啊尔吼，所以细汉嘛捌入去教会，总是因为工作，因为一寡因端，伊无法度进入教会。但是伊来到台北，伊看到咱文山即个地区，哪亲我感觉啦吼，哪亲就迄阵马街看到淡水港，就是即个所在啊，所以就徛起伫咱目沙即个地区吼，嘛真欢喜。伊追求信仰，嘛来到咱中间接受洗礼吼。伊的先生吼建华伫即马咧翕相吼，建华嘿很腼腆吼，咱嘛甲伊多关心照顾。伊的查某囝确定要小离洗礼吼，嘛伫遮介绍，咱看到相片嘛有吼，真古锥吼。好，咱个拍拍欢迎伊。好，请坐，请回座。这是咱来唱圣诗第351首，第40到第5节，咱要来举行坚信礼。咱请要坚信礼信邦来到台前。小离洗礼，所以这是徛伫咱头前的信邦，伊是细汉已经受过洗礼，今仔日要行坚信礼来告别伊的信仰，通接纳伫有份伫主的圣餐内面。主所听的张信邦，你细汉的时已经接受过洗礼，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，属伫伊。上帝恩典已经互你长大成人，今仔日你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承认你的父母替你伫细汉的时阵的信仰的告别，你要来归属伊，献家己互伊，嘛重新誓约要来服侍伊。咱的主耶稣基督捌讲，所以既然人伫我面前认我的，我要伫我天父的面前认伊，所以我劝勉你，要告别你的信仰，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诚实回答我所要问你的问题。张信邦，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？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为着罪的赦免，来得到上帝的恩典也无？你着我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安尼行也无？这是要来宣告，会场请起立。你细汉已经受洗，只是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我靠教会头，咱主耶稣的名，已经向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小会官兵接纳你，成做陪参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感谢你启造教会伫地上，阁有永远保守我每一个人到落尾。愿感谢你对这个世界所施落的恩典，嘛感谢你，互教会伫这个时刻接纳伊来就近上帝的欢喜。愿感谢你，
因为对伊的受洗，你予伊有份伫基督的体。愿感谢你，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培养，以及伫生活中有好的帮助。愿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。信邦这个时刻要奉献家己予你，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伊，互信邦会当就近你的圣餐，得到上帝你的恩典，互伊透过主耶稣的身躯甲保血，得到你的疼。主啊，恳求你用对顶面来的能力来保守伊，互伊永远属于你，日日有信心的引带，互伊日日来进步，伫你的国度的内面，互伊有永远的福分。愿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会众请坐，咱请小会员来接纳。来，恩林长老回来再报一次。来，这是证书跟圣经。好。教会以往有安排属灵的当班吼，安排文宏长老来当做伊的属灵的当班。信邦侪侪人拢看伊自细汉大汉吼，伊也袂啦，你袂当走啦，哦，所以呢，甲大家拢知影伊的成长拢伫上帝恩典的内面，所以这时刻咱犹原爱阁继续来关心伊吼，但是不是给他压力啦吼，洗礼前的面谈的时阵，我问讲，你为什么伫这个时刻你决定要受洗礼？伊甲我讲，有一半的原因是牧师你甲我逼的啦。哦，但是我真欢喜看到伊愿意更新咧，所以咱继续努力，甲伊做伙来跑走伫天路。咱拍鼓啊，欢迎伊。可以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接着咱来唱圣诗第352首，圣诗第352首，圣会所行的礼仪，这是咱要举行小礼洗礼。咱请要小礼洗礼陈瑜希来到台前，爸爸妈妈会当陪伊来到台前。这时，咱照教会规矩，咱的会员的囝儿伫细汉的时领洗礼，是根据伫圣经马太福音28章19节、马可福音第10章16节。上帝是咱每一个人帮助，当咱倚靠耶和华，咱会当倚靠伫上帝恩典的内面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告我了后，也未上天的大声讲：天顶地的权已经拢予阮，
所以恁着去招100姓来做我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着驾驶因手，搁互我日日甲因伫地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主耶稣嘛安尼讲，当有人带细囝来cùng我伊的时阵，要望伊学生责备因。耶稣看到大无欢喜。耶稣甲学生讲：让阮细囝就近我，目的禁止伊，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凡若承接上帝国的，无亲像细囝，决断袂当入去，就抱因，甲因换手，祝福因。虽然咱的细囝也无完全明白这的代志，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。这是上帝恩典的约，要互咱的细囝。上帝用洗礼来带因，成做上帝厝内的囝儿，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。所以张凯婷，今仔日你的细囝要受洗礼，你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替你的细囝告别信仰。所以这时注意我所问答的问题。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？你着倚靠上帝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你的细囝，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，互伊所行下伫上帝教会的法度。你要安尼行也无？愿上帝祝福你，甲你的细囝，帮助你会当遵守这个约。所以这时要甲你行洗礼。这边，凯蒂来这边。陈律师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，阿门。来，还是要面对我，还要面向我，面向我。这是要来宣告，请会众起立。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个细囝接受归入伊的教会，做未悲惨会员，有份伫新约的恩典。这时，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身做见证，也三角有份分担来培养伊的信仰，直到领受跟信礼为止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。恳求你来保守、照顾这个细囝，带伊的身躯灵魂，互伊的智慧甲年岁加添，伫人甲上帝面前得到上帝你的疼惜。愿恳求你将你丰富的恩典赏赐予伊，带伊平安经过囡仔的时刻，救伊脱离少年的引诱，直到成人的时，互伊会通家己告别伊的信仰。阁会坚持到落尾。主，阮的上帝，伫你圣囝，你的圣囝伫拿撒勒，捌伫世间的家庭生活。愿恳求你，这个时刻祝福这个细囝的家庭，求你赏赐因的父母，以及照顾伊的人，互因伫智慧、温柔，有这款的心来照顾伊这个细囝，通过你的疼，伫你的内面来成长。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会众请坐，来转过去。细囝，咱游玩有小儿洗礼的证书。我袂记，小会员爱先握手欢迎来小会员。
欢迎你，握手。好啊，小丽吼，咱无同伴啦吼，同伴就是伊爸母啦吼，所以游园只是要请主任校长用花来欢迎伊。真古锥吼，好，无要紧，咱请坐。好，咱看到伊拢在拍招呼，伊拢足笑面的吼，为7月份来到咱遮，伊拢足笑面的，真欢喜，咱接来伊。好，这时咱要来唱圣诗第368首，咱要举行圣餐。圣诗第368首，咱唱全首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属伫伊教会的陪餐者，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对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喙焦心无伊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众人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注意主耶稣所讲的话，就是照保罗伊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面，又提饼祝谢，擘开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食了后，佮旁杯讲，即个杯是新约，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每一届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边，又提饼祝谢，所以咱照着伊的名、伊的模样，咱大声来感谢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这个时刻，愿遵探你的命令，摆设一个宴席，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。愿恳求你找信心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这摆咧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这个饼甲杯，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你的恩典
会当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也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伫个稳定中成长大汉，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”主耶稣讲：“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”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，为着咱每一个人牺牲伫十字架顶，伊所拍破的。咱请服侍长老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每一个人所拍破的。咱每一摆食的时，就今年纪念伊，咱同齐来领受。食了，佮旁杯讲，这个杯是新约。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每一届啉的时，就今年来纪念我。咱请服侍长老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是伫主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每一届咱啉的时，就今年来纪念伊，咱同心来领受。咱大概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咧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圣餐，通过圣餐来培养阮的灵魂，嘛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互阮知影。阮甲你结连做伙，是受祝福的信徒，是你永远国度的福的。恳求上帝，你看顾阮，互阮每一届领受圣餐，我嘛要表明奉献家己，求你接纳阮，用你的慈悲帮助阮，互阮对打以后会当荣光你的名，同心祈祷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请咱来唱回应的诗，圣诗614首，我心恬静。圣诗614首。我心恬静，我心恬静，安稳点注释的吞忍来背哀伤苦痛实价，照主所爱，趁伊命令安排，世事话变，我主信实常在，我心恬静。经过刺皮路程，耶稣我主享受喜乐安宁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心恬静，安慰主心内。
请坐。今仔日有2篇的奉献，咱第一篇是圣餐。圣餐的奉献，今仔日的奉献是为着牧师馆、目沙馆。煞接咱来进行礼拜的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若是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
请坐。这是来报告。报告大省，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2遍。伫酒杯的第2面，请。你的话做我骹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诗篇119篇105节。你的话做我骹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诗篇119篇105节。接续咱来看下周的圣感分担，来语礼拜的部分，领唱是潘美燕长老，司礼是张文林长老，苏琴张信邦弟兄，献诗主日2，诗献泽明雄执事，郭金敦执事，交代泽明雄执事甲何德文兄弟，应控施浩轩弟兄，许承恩弟兄，刚个是礼贺团队。拜三的早间祈祷会经文是出埃及记第31章，主理是柯牧师，司会是张文兴执事。大记礼拜，下周的大记礼拜，经文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11节，题目是阮欢迎君王降临，主理是礼贺团队，吼，其他的咱家己来看来准备。咱来看教会消息报告伫周报第6页。咱直接看第2项吼，今仔日圣礼典，礼拜甲圣礼典，今仔日圣餐的奉献对象是牧师馆、目沙馆。今仔日受洗的名单成人洗礼是林淑辉甲张凯婷姊妹。更新的是张信邦，小姨洗礼是陈瑜熙。第3项，圣诞节活动的通知吼，咱12月8号拜日，咱伫新农照护中心会有陶笛的演奏。12月21号拜六，咱有圣诞节庆祝的会吼，庆祝会下午2点开始。12月22号拜日，咱有圣诞的赞美礼拜。24号拜二永暗有辽空线的报教音的活动吼。今年的圣诞节的邀请卡无条件会放伫1楼的柜台，欢迎兄弟邀请亲朋好友共同来参加。第4项，圣诞暝报教音的报名吼。24号拜二永暗7点半，咱伫教会集合。今年安排前往辽空沿线的会友家庭有报佳音，请要参加的兄弟请伫1楼的柜台来填写报名表。第5项献花通知吼。每年度献花奉献登记表已经放伫柜台，请兄弟来登记献花奉献。第6项圣工的事奉表，请各团契开始交下一季的聚会表吼，方便咱续接的圣工事奉表的安排。期限是12月15号。第7项提醒咱爱完成年度的奉献。咱进入到年度的最后1个月，提醒兄弟伫年度结束进前会当完成月订、感恩、节期、甲献花等等逐项的奉献，会当利用银行汇款吼，较方便。第8项2025年的月历吼，一家1号1分，礼拜了后请伫1楼签名来领取。迄个月历吼是1份是2种吼，无共度的迄个月历，所以较领的时阵，一家会当领1份，就是2个吼。好，接着咱要请少年团去甲咱报告吼，今仔日咱有圣诞节的活动吼，请伊来报告者。
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然后我是伯恩，然后今天要报告少庆，我们等一下在中庭有活动。那我们今天是做圣诞的吊饰手作，然后等一下在中庭，然后给大家涂颜色，然后还可以装饰一些小饰品在上面，对。然后呢，可以一起在中庭一起做一下我们的吊饰，对。那我们有另外一个是在12月22联合礼拜的时候结束后，我们会有一个交换礼物的活动。那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，那我们可以到1楼柜台填写，然后报名，对，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参加，谢谢。哦，小吊饰数量有限哈，先抢先赢啊，没有啦哈，其实够了哈，我们一起去手做这吊饰，让我们在圣诞节家里有一个圣诞节的气氛。义兄，敢有新朋友无？咱和咱即时做伙来行平安礼，咱互相来请安。咱再回来唱一摆。咱拢正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子。咱拢正做一个人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。因为耶稣正做神。由原徛地来吟每本诗，圣诗391首，而乐天顶主宰。391首，而乐天顶主宰。吟诗煞，咱请柯牧师来祝祷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带来救赎甲盼望，信心的扶持帮赞，甲恁众人之地对直接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阿
请坐，麦倒。这是礼拜结束。请咱兄弟姊妹将圣餐的杯仔摕来后面，互同工会当。